因为这是阿美族的乐器，然后用在都会要教汉族的音乐，我们可能要学几首歌。好，像比如说望春风。好，节奏，好，你继续打，继续打。这个是，比如说数鼓，好，1、2。最简单的组合，我们目前推了6个小学，就是排笛、竹钟。在哪几个学校？现在电光国小。电光国小。电光教的是最。所以电光的东西是你们给他的吗？对，全部都是改变的。再来就是现在正兴、万安分校。圣信。正兴在池上，然后长滨国小。都在台东。对，太平国小。然后丽家国小。丽家。还有一个直信中心。其他那几个都是原住民的学校。太平国小比较也有很多汉族。我们那边教的比较有，因为它什么乐器都定了，它乐器比较完整，差不多跟电光国小一样。那假如主任的意思是希望跟我们的陶笛，我们有陶笛，有可以陶笛结合。本来我是想跟大鼓结合。你的大鼓也可以，我们在瑞远国小有跟大鼓咚咚太鼓，还有木鼓。谁教？当时是我教的啊，现在当然1岭这边他会打竹钟，会竹鼓，会笛子。其实陶笛那个一学就会了。你住哪边？那个永春。住台北市。所以假如来教我们的陶笛，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来教他们搭配。搭配没有问题。